講起與蛇相關嘅成語，你會諗到乜嘢？畫蛇添足、打草驚蛇，又或者金蛇狂舞。而通過一個酒杯、一張弓同蛇嘅影子，又會令到你聯想到什麼成語故事呢？應該不難猜到，今集生活語文頻道就會同大家一齊講下杯弓蛇影呢個故事啦。話說在東漢時期，有個叫應心嘅人，曾在及縣作地風姑。有一日，應心邀請一名叫杜孫嘅官員到府中食飯，他準備了一台美味嘅食物，兩個人一面食一面傾偈，十分之開心。食過飯後，還互相敬起酒。兩個人飲得正開心時，杜孫看見一條紅色嘅小蛇在酒杯中游動，當場嚇到面色發青，但他不好意思拒絕長官嘅招待，只好硬着頭皮把酒飲完，再揾個借口先行告退。杜孫回家後諗起酒中嘅小紅蛇，越諗越驚，肚仔也痛了起來。他心諗，這條蛇在肚中亂爬，恐怕自己命不久矣。之後便生咗一場大病，身體也日漸消瘦，請來幾位醫生都揾唔出病徵。過了幾日，應心嚟揾杜孫，看見杜孫臥病在床，便問佢身體不適嘅原因。杜孫心有餘悸的說：嗰日同大人一齊飲酒時，我看見酒杯中有條紅色嘅小蛇在游嚟游去，我十分之害怕，但又覺得拒絕你會好失禮，所以只好硬着頭皮飲落去。我回到家中，便覺得那條小蛇在我肚中爬嚟爬去，想嘔又嘔唔出，越諗越驚，就生咗呢場大病。應心聽了很是疑惑，心諗酒杯怎麼會有蛇？到底係怎麼一回事呢？返去後，應心攞出嗰樽未飲完嘅酒，然後倒咗一杯，又走到杜孫當時坐過嘅位置，竟發現一條小蛇沉在酒中。抬頭一看，發現牆上掛着一把紅色嘅弓，原來酒中嘅小蛇實在上係弓嘅倒影。應心立即明白，於是派人去請杜孫到家中。杜孫親眼見到杯中嘅倒影，腹痛嘅症狀也隨之消失，很快恢復了健康。杯弓蛇影後來被用嚟形容把虛幻不存在嘅事情當成真實，因而產生疑神疑鬼、驚慌害怕。所以呢個故事啟發我們面對恐懼時，也要學會做個有智慧嘅人，先對症下藥，再揾出適當嘅方法解決不必要嘅煩惱。今天嘅生活語文頻道到此完結，我哋下集見啦！